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潮環科技。日本嘅移動互聯網啦，曾經一度領先世界其他國家好多㗎，但係近年由蘋果嘅 App Store 啦、Google 嘅 Google Play 掀起嘅移動互聯網創業熱潮啦，由日本公司開發出嚟嘅 App 數量就出奇咁少。今日咧，我哋就請嚟商智謀略資深科技顧問 Andrew 黃佩成上嚟同我哋分析下當中嘅情況嘅。Andrew 你好啊。OK 你好。Andrew 其實見到啦，即係乜嘢嘢係阻礙咗互聯網嘅創業發展呢個氣氛咧？喺日本方面。咁其實同一啲日本嘅朋友交流嘅時候咧，都發現咧，日本人嘅文化咧，比較唔能夠接晒失敗呢個現實呢樣嘢啦，所以令到咧好多一啲年青人咧去創業嘅時候咧，都有啲畏首畏尾喺度啦。所以咧就係話喺日本方面咧，譬如一啲創投公司咧，對於一啲失敗嘅企業或者破產嘅企業咧，都唔係咁願意進行呢個支持咁樣嘅。但係如果你睇翻矽谷方面咧，喺美國一啲 VC 嚟講咧，佢對於一啲失敗嘅公司，可能有一次失敗、兩次失敗，第三次嘅時候咧，佢反而會更加看重呢啲公司，因為佢會覺得咧失敗嘅過程當中咧，呢啲公司吸收咗啲經驗嘅時候咧，會令到佢下一次嘅成功個機會會更加多嘅。所以你見到其實日本嘅 VC 同埋美國 VC 其實都有好顯著唔同嘅。而另一方面咧，就係日本人嘅文化咧，都係講求團結啦、包容啦，所以啲日本年輕人咧就唔係好中意出風頭嘅，同埋佢呢個正因為佢呢種教育底下咧，其實都扼殺咗一樣好重要嘅嘢，就係一個競爭性。所以你見到咧一啲由幼稚園啊、小學到大學咧，一啲日本人咧，就算你考試放咗榜成績咧，大家都唔知道幾多分嘅，大家唔會標榜個分數，或者俾兩個人突出咗出嚟咁嘅，甚至一啲可能係一啲體育活動啊，臨衝過終點嘅時候咧，大家都係手牽手一齊衝過去啊，唔會話有1、2、3名嘅。所以你見到咧，其實創業咧，其實好大程度上係要少少個人主義同埋突出呢樣嘢啊嘛。但係日本文化因為呢一樣嘢嘅時候咧，因為變咗就係話啲日本人唔愛出風頭嘅時候咧，即係變咗就係話你要做創投咧，其實喺日本度都相對比較困難。頭先講到都係日本本土嘅問題啦，但係如果將日本同其他國家比，咁日本嘅 VC 亦即係創業投資，咁相對其他國家唔發達嘅原因又係乜嘢咧？嗱，咁你睇翻日本同中國啦，中國佢一啲 VC 咧，往往一出現嘅時候都係跟美國啦，美國有乜嘅時候咧，咁中國人咧就第一時間去 copy and cat 咁抄美國啦。但係日本就有啲唔同嘅，佢見到一啲新嘅嘢出嚟嘅時候咧，佢會諗另一啲新嘅嘢，更加創意嘅嘢咧，去領先嘅對方嘅。咁變咧就係話，如果你喺日本做創投咁樣做嘅時候咧，你嗰個創新嘅成本咧就比起中國嚟講會高好多咯。咁另一方面就係話日本嘅 VC 行業唔發達咧，都另一樣嘢就係關其喺日本一啲企業咧，譬如一啲大企業，譬如 Docomo 啊、豐田啊、Sony 啊、Sharp 呢一紮啦，其實佢哋都壟斷咗日本社會入邊好多嘅資源嘅，加上佢哋呢啲大企業咧個股份咧嘅互相去交換啊嗰啲啊，佢哋嘅關係複雜啦，所以以致咧，除咗佢哋個本土業務之外咧，引致佢周邊嘅業務咧，其實都俾佢哋壟斷咗嘅。咁變咗就係話呢啲日本人嘅員工，如果呢啲大企業度做嘅時候，如果你走出嚟創業嘅時候咧，咁你意味住咧，你要由頭開始過，同埋所有嘢要變得一無所有，即係變咗就係話啲日本人如果要走去創業嘅時候，你面對嗰個門檻同埋個成本代價會非常之高咁。咁其實要進步就一定要求變啦。咁新一代嘅日本互聯網企業家應該點樣做咧？其實日本咧都深受呢個美國嘅文化影響嘅。咁喺二次大戰嘅時候咧，咁美國都贏咗日本啦。咁日本咧有一個特別嘅文化就係咧，對於被戰勝嗰個對方咧，佢都會有一個順服嘅態度喺度嘅。所以一啲美國嘅互聯網文化咧，喺近呢10年咧對日本嘅影響都非常之大嘅。譬如話好似一套戲社交網站咁樣啦 ，Facebook 啦，咁喺美國開映嘅時候咧，都令到咧Facebook 咧喺日本嘅用戶人數咧都急劇上升嘅。同時間咧都令到一班咧日本新興嘅創業家經呢個互聯網創業冒起啦。譬如話比較俾人
比較多人認識就係一間樂天公司嘅創辦人三木啦。咁佢有一個出位嘅現象，就係話佢要求內部嘅同事咧要用全英文溝通啦。咁喺一個短時間內啦，咁如果唔能夠做到呢個短時間流利溝通嘅時候咧，佢甚至咧要求啲員工咧去離職啊，或者幹職啊咁樣嘅。正因為呢啲事件咧，都令到咧日本個社會入邊有好大嘅迴響。但係問題就係啲樂天嘅始創人三木咧，佢都係一啲年輕嘅創業家啦。喺佢成功咗之後咧，其實喺個日本個富豪榜咧，好多都排喺好前嘅位置嘅，所以都令到好多日本嘅年輕人咧開始去反思，希望帶動起日本一個創業嘅熱潮嘅。所以喺日本呢，一個叫六丁目嘅地方咧，東京咧，其實都有唔少嘅日本嘅年輕人咧，已經群集咗喺度咧進行一啲創投嘅活動，希望改變日本嘅社會咁樣。好，今集唔該晒 Andrew 幫我哋分析。潮玩科技時間到呢度啦。